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17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康德恩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能在每天早晨一起聚集，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打开我们的心与眼，并且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主啊，求你赐下你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让我们的心对你有极度的渴慕，超越世上的一切。求你的灵与大能能够再次吹进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再次的更新我们，也保守我们今天的一切。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罗马书的第3个主题就是神在成圣上的公义，从第6章一直到第8章结束。那成圣这个主题是因着有因信称义，才能够因信来成圣。而成圣也包括接着就是要使神来得着荣耀，因为神是圣洁的。那在昨天我们的第6章上半段提到，就是基督徒胜过罪的诠释，就是对罪的律要来死。所以我们是借着受洗特别是心理的割礼这件事情，受洗归入基督的死，若与基督同死，我们的信也能够帮助我们与基督同活，而且所领受是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那在信的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与基督联合，在他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不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来掌权，让我们能够不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把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身上的各个部分，或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来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倒像从死人中活着的人，把自己献给神，并且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上帝，做义的工具和义的器皿能够预备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成为上帝所拣选那贵重的器皿，是因着信心而有。所以先有信心，才能够再有行为，才能够有见证和荣耀的生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的是第6章的后半段，基督徒对罪的习惯也是死的。罪的习性就是在我们生活上面那在6到8章讲到基督徒，第6章讲到基督徒如何胜过罪的诠释，第7章讲到基督徒对律法的关系，第8章讲到基督徒的得胜是由圣灵来达成，所以要靠超越圣灵。所以这一切呢，不管是罪的律或是罪的习性生活，其实都是要靠着圣灵来帮助。好，那今天15节到23节当中，虽然也是短短的几节，但是呢，可能每一节我们都需要慢慢来思想，那才能够去消化保罗他所要论述的。15节讲到我们不在律法以下，而在恩典之下，那是不是可以犯罪呢？
第6章第1节也同样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保罗答案都是绝对不可。在罪的国度还有义的国度，我们要限自己。限自己就是说做事让谁差遣，被谁差遣，那就是那一边的奴仆。如果不是罪的奴仆，就是做义的奴仆。罪的奴仆结果是死，做神的奴仆结果就是义，就是跟神有正确合一的关系。而17到18节，保罗为罗马教会感谢，因为他们过去是罪的奴仆，可见这些都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都是对耶稣基督没有足够信心的人，但现在却从心中顺从保罗所传的教训，并且从罪的权势释放出来，来成为义的奴仆。所以保罗看到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生命所结出的见证。保罗因为这些罗马书弟兄姐妹肉体上的软弱，所以他再次用容易了解的话劝大家，就是从前怎么样把身体献给不洁和不法做奴仆，结果是更不法。但现在若照样把身体献给义来做奴仆，就是决心为主而活，那结果就是更进一步能够的成圣，来因信成圣了。那当人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所约束，而当日行为，今天再回想看，当初放纵私欲，这些自己看也会为羞耻，因为那行为的结局就是死。而如今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从罪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也做了上帝的奴仆，活出上帝的形象，也因此得到了好处，得到见证。特别的好处就是成圣以及永生。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并不会很难了解，只是保罗的论述呢，用字呢非常的快速精准，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慢慢的消化。而罪的工价是死，但在基督里面的白白的工价，而且不是工价，是免费的礼物，是永生。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读今天的经文。好，首先先请德恩带我们来读第6章的15节到第16节。第15节，这样说来，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你们当然知道，当你们做人的奴仆去服从主人时，你们就是他的奴仆。这就是说，你们做罪的奴仆，结果就是死。你们顺从上帝，就得以成为义人。谢谢。那这一节讲到跟6章1节的开头一样，是不是可以因为有上帝的恩典继续犯罪？保罗说不可以，就不受律法统治。我们是基督徒，不受律法的统治，而是受恩典的统治。但即便恩典做我们的王，也不代表我们可以滥用恩典或是任意犯罪啊。那这里有15、16节有2个对照，一个是在律法以下，就一个是在恩典以下。律法以下就做罪的奴仆，恩典以下就称为义，成义，就是成为义人。所以罪和义的国度当中，献给自己，那个献的意思就是被哪一边来差遣。所以做罪的奴仆结果是死，做义的奴仆就是能够顺服上帝，就是成为上帝的奴仆，结果就是义，跟上帝那个义强调的是跟上帝的关系。好，再请德恩带我们读17、18节。感谢上帝，虽然你们曾经是罪的奴仆，现在你们却一心顺从所传授给你们的教训。你们已经从罪中被释放出来，而成为义的奴仆。那17、18节讲到保罗为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一样，连保罗自己也见证，我们都曾经不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拒绝不能活出神的形象，但现今却顺从所传给你们的教训。所以保罗知道这些罗马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他们也是有人来传福音给他们。好，那谁传给他们的？好，可能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可能是使徒，也有可能是保罗从这个安提阿教会出来之后，借着所建的教会，或是能够来
把这样的福音真理传给罗马的信徒，因为他们听到了这样教训呢，就从罪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啊。那这个传给你们的教训呢，就是和本翻成道理的规范道理的模范。这个道理就指教理，就是基督教的教义啊。那这里指的就是福音，或是指基要的真理。所以这基要的真理呢，包括就是因信称义，能够认识圣父、圣子、圣灵，能够认识信心，能够知道什么是得救。那这是我们在基要真理当中前面4堂课所在上的部分，就是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人的心转向神，而不是转向世界。那再请德恩带我们来读第19节。我怕你们难以了解我的意思，所以用很普通的例子对你们说：从前你们放纵自己的肢体，为非作歹，做罪的奴仆；现在你们要奉献自己的整体，做义的奴仆，成为圣洁的器皿。保罗他有意识到他在这样子论述的时候，可能收信人，因为他们可能有肉体上或是思想上解释上的软弱，所以他用更容易了解的话，就是过去把身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那就是恭候不洁不法来差遣，结果是更加的不洁，更加的不法。而现在照样，如果用同样的奉献的心态，就是献这个字，做义的奴仆就是被义神来差遣，但是结果却是大不相同，结果是成圣，就是成为圣洁的器皿。所以19节让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了放纵自己的肢体是罪的奴仆，奉献自己的整体就做义的奴仆。所以现在中文译本有把这个字做一个巧妙的安排，放纵自己是肢体，就是我们的手脚眼耳口，但是我们的整体呢是是在12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是圣洁的，所以是整体，不是只有献一个部分才能够成为义的奴仆。当我们这样子奉献的时候呢，才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所以保罗说罗马教会弟兄姐妹肉体的软弱，就是他们在人生在世各样软弱与限制，所以没有办法理解保罗所要说的意思。但是保罗呢，可能认为前面这个奴仆的比喻呢，不能够完全来对应义跟基督徒的关系，但是他用这个奴仆跟义的比喻呢，是帮助这些罗马的信徒或是收信人，或是帮助我们能够更能理解。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一个不厌其烦的解释，因为他知道这个点很重要，如果这个点没有办法 catch 没有办法理解的话，那可能接下来保罗所要提的呢，对他们来讲就会太深，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所以把这个身体献给罪，或是献给神，献给义，这个献给的意思就是供谁差遣，或是把交出去，把自己交出去给谁。所以这个献这个字呢，也是一样，让我们知道这个献不就是自己不当主人，而是让我们所献的对象成为主人。所以我们奉献金钱，就是我们不让自己做金钱主人，而是让上帝做金钱主人。奉献时间，奉献心智，就是给神来使用。而不法，做这个不法的意思就是指无法无天的状态，或是不法的行为，这很容易理解。好，再请德恩带我们读20到21节。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不受义的管束，你们现在认为可耻的事，当时做了，到底得到些什么好处呢？不过是死罢了。所以当我们还在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会被义所约束，因为都是在罪的底下，而那时候的行为呢，会让自己看起来羞耻。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例子，让罗马弟兄姐妹更加理解，就是过去的生活生命和现在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之后生命的比较，那两个结果差很大。所以一个是罪的奴仆，一个是义的奴仆，而这两个刚好是身份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呢，只能够选择一边，不是成为罪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好，最后22、23，再请德恩带我们来读。现在你们已经从罪中被释放出来，做上帝的奴仆，
你们把生命完全奉献给他，所收获的就是永恒的生命。因为罪的代价是死亡，但是上帝所赐白白的恩典是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得到永恒的生命。好，谢谢。那所以保罗看见罗马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在这边敬拜，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合一见证，就是可以证明他们不活在罪恶的权势当中。所以当我们能够在教会有同心合意的见证，同心合意的敬拜，同心合意的服事的时候，就由此可知我们是基督的学生，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的当中。但是如果这个教会四分五裂，有的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但是没有办法合一，没有办法联合，就没有办法见证这个教会所的头元首就是基督。所以当我们能够合一，大家愿意奉献，不论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奉献才干、奉献能力，好，那我们合一的见证服事的时候，就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所以22节保罗再次提到成圣好，就是我们已经从最终被释放出来做上帝的奴仆，而现在把生命完全奉献给他。把生命完全奉献，在和本就是翻成结出果子，以至于成圣，成圣。好，所以这是罗马书2次提到的成圣，就在19节、22节。这个成圣的结果就是永生。23节是一个很重要的金句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们从罪当中释放就是得自由，而成圣就是成为圣洁分别为圣的意思但现在最后译本呢把22节的成圣这个字呢把它改掉了所以我们会看不到成圣这个字但是它就是一个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就是我们指我们的生命的奉献的过程。那23节提到的就是在基督里面白白的恩典，就是免费的礼物，不是靠做工，不是靠善行，不是靠义行换来的。这个工价呢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罪的代价。那工价呢原文是指军人所得到的报酬，就是他们为国效力所以奉献他们贡献他们的生命，贡献他们的时间，贡献他们的情感和意志他们所得到的工价。那后来也有指发给奴隶的零用钱，或是一般性的薪水、粮饷等等。但是呢，这个在罪当中为罪来效力，为罪来奉献，为罪来牺牲工作的时候最后得到的报酬是死亡。但是为上帝来工作的时候呢，所得到的是上帝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恩典，就是给予是一个白白的。所以简单说，死就是罪的薪水，但永生并不是一份薪水，永生是一份礼物，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今天这一段从这段当中保罗提出几个问题，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而且对罪忠心不二，如今我们的身份成为义的奴仆，怎么能够脚踏两条船？有哪个奴隶可以服侍两个主人呢？不能。那保罗要我们再想一想，以前我们当罪的奴仆时候的所作所为，岂不让今天看起来觉得羞耻？过去一个奴隶的身份再也不想回去当奴隶了。而我们也知道这些行为导致死亡，所以今日我们成为义的奴仆，还有永生的礼物，怎么还会想到要去犯罪，不活出神的荣耀和形象呢？而对照前面对信的这个定义，就是把神当神，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所以基督徒就不应该再决定去犯罪得罪神，应该只能够认定唯一的主。所以罗马书第6章本章是要解决人在思想上，不论是从罪的律或是罪的习性来看，人还想要犯罪，决定要犯罪，被罪恶所引诱。但是我们知道被罪引诱去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到引诱，就不会想要再做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知道闯红灯会被开罚单，我们就会不再去闯红灯。即便我们有时候闯红灯，但是我们已经知道闯红灯这件事情它的代价结果是什么。所以今天这一段15节到23节里面有两个关键字就是成圣分别在19节和22节那成圣19节是
我用和合本来读啊，19节是你们从前怎样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隶，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了。好，那这是罗马书第一次提到成圣。22节刚才有读过，好，就是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结出果子，以至于成圣。所以在这里提到，就是因信称义，好的下一步就是因信成圣。而这因信成圣，好，从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的翻译和解释里面可以看到，它就是一种成为圣洁的器皿，好，是一个把生命完全奉献给神，好，分别为圣，好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信主，不是一下就能够分别为圣，但是是有信心与圣灵来同工。信耶稣就会得永生，做什么坏事也没有关系，因为耶稣都会拯救。有的人认为没有罪恶存在就显不出上帝的恩典，所以要继续犯罪才能继续显出上帝的恩典，或是上帝不看行为只看信心，所以我们只要信，其他什么都不必做。这是保罗从第2章不断的连续提到了几个问题，其实他就是在消去法什么不是信心。所以什么不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如果是故意不认识神，就是明知还故犯，这就不是基督徒。刚硬不悔改的心，假冒为善，这也不是基督徒。听律法称义，听道却不行道，这也不是基督徒。行割礼来称义，就是重外表轻内心，跟神的关系，这也不是基督徒。好，那所以这分别在罗马书1、2章，好，让我们看见那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们从罗马书来看，就是相信耶稣，以信心来认识独一真神的人，就是相信救赎，以信心悔改并且罪得赦免的人。基督徒是相信应许，以信心做亚伯拉罕后裔的人。基督徒是相信复活，以信心得到耶稣基督生命的人。好，所以罗马书帮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什么不是基督徒，什么才是基督徒。所以让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能够放在重点上面，而不要放在旁枝末节上面，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基督徒更重要就是要成圣了。那基督徒的成圣是什么？在第6章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就是对罪死了的人，他不再被罪的律法所掌控，罪的律法在他身上没有办法作用，所以就不能继续活在罪中。而且基督徒呢是知道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所以是一种心理的割礼，是一个与基督的形状来连结。基督徒知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我们要与基督同活，会有新生的样式，能够得着新的生命，成为新造的人。基督徒在死与基督合一，也会同样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复活与他来合一啊。所以同死同埋葬，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体两面，因为可以显出我们跟基督的联合。那是前天有提到基督徒的死有4种，就是法律上的死，因为基督死的时候我们已经跟他死一次，而受洗上的死就是受洗那天我们也死了，而道德上的死是指时常每天向神认罪，向罪来死。而末世的死就是我们肉体进入死亡的时候，就是要进入末世，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基督徒的死有4种，但是基督徒的生有5种，比死还要多一种，就是与基督同活。一个是律法上的生，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应许我们能够与他同生，那是耶稣一次的生。还有肉身的生，就是从我们妈妈肚子生出来来到世界的那一天。还有受洗的生，就是在我们受洗那一天，我们就是因着信心在灵界，在上帝的家中，在属灵里面，我们就获得重生。还有道德上的生，是每一天领受恩典，做义的奴仆，时常重生。还有末世的生，就是我们完全胜过死亡的那一天，是永远的生，永生。所以基督的死虽然有4种，但是基督的生有5种。那最后要讲的什么是因信成圣，就是进入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就是一个因信成圣的开始。那第6章提到我们是受洗，因信成圣的条件是要受洗，归入死，埋葬，一同复活。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慕道友他相信却不受洗，那代表他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成圣的阶段，因为呢他还在
只有相信的阶段，但是却没有办法跨出行动，跨出那一小步。还有要献上自己，献上自己呢，不是只有献上金钱、献上时间，是献上完全的整体。那这是代表一种向罪是死，向神是活。而当我们受洗献己，然后才能够成义，成为义的奴仆，就是做顺服的奴仆，就是等候上帝的差遣，按照上帝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意思。那成了义才能够被称为义的奴仆。这义的奴仆是从肢体到身体，从肢体到整体都能够献作奴仆，就是一个完全被神所使用，是一个完全成圣的器皿。好，那这就是成圣所要讲的，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圣洁的器皿，能够不断结出义的果子，这才能够献给神。没有这些器皿，这些果子拎在手上放在地上，但是有这些器皿，就能够彰显圣灵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好，那成圣的结果就是永生，就是这些事情的结局。所以什么是因信成圣？就是从因信称义到受洗献己成义仆成圣到永生这样子的过程。好，所以今天这一段当中，已经让我们在罗马书可以看得更明白，保罗他所要带给我们的教导，是一个帮助我们生命看得到方向，而且让我们基督徒在教会能够有一个服事的重心，知道我们要把生命、把时间、把重点摆在哪边。特别今天这一段讲到我们对付罪的习性，也要来死的。所以17到18节讲到，从前虽然做罪的奴隶，但心里顺服了所传教导的典范，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义的奴隶，就是义的奴仆。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字，就是教导的典范。那它就是讲福音，或是讲基要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听福音？听完福音还不够，我们需要有明白基要的真理，因为这一切是让我们能够从建立正确的信心，才能够有正确的行为，才能够有一个成圣的生活。22节讲到，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结出果子，以至于成圣了。那这是6章2次提到，也是罗马书唯二2次提到的成圣，都在第6章今天这段当中。但让我们明白，成圣的结局就是永生，所以神在成圣上面来祝福我们，使我们白白得到恩典。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成圣，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我们只有因信称义，却不因信成圣，那有办法走到永生吗？那照保罗在罗马书所看，我们是达不到永生，因为我们还只是在相信的阶段，还是一个喝奶的阶段。但是我们要吃干粮，要能够分辨是非，我们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才能够来荣耀神。23节，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那这段经节和合本翻得非常的简短，也非常容易记哦。好，所以提醒我们，人人都有死，罪是我们认识罪，但是呢，做罪的工价就是做罪的仆人，就是通往死亡。但是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让我们做义的仆人，最后能够得到永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虽然你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但是我们却常常容易把你的话语没有刻在心中，没有记在心上，以至于违背或是得罪你。求主怜悯，也求主饶恕。让我们能够认真的来聆听你的话语，并且聆听能够思想，并且能够去遵行。让我们去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能够让你的话语来炼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我们要再次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成为义的奴仆，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奉献我们自己的才干、金钱、时间、能力为上帝所使用。上帝，你更愿意我们奉献的是全人的奉献，完全的奉献，如同亚伯拉罕完全的奉献一般。让我们相信神，因为
我们奉献给你的，并不是你要把我们取走，而是你要赐给我们的是永生的结局，是永远的福气，让我们更有信心的来奉献，也更有信心的来为主服事啊，使我们能够在因信称义当中，能够进一步的因信来成圣。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谢谢。感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牧师师，平安。大家平安，谢谢谢牧师。谢谢。